后来这奶最近一直在传，讲市面上得白醋氯酸水收贵了，所以教家庭主妇用漂白水甲白醋家己做，佮讲这个成本唔免市价1%。化学老师甲医学专家讲唔通哦，若创了无好势，是会产生大量的毒气。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次氯酸水价格并不便宜，网络上开始教大家自制次氯酸水，但这样的化学式正确吗？安全吗？网络顶面教人讲，只要用14cc 的漂白水，搁14cc 的白醋，含980cc 的水，就会使做1000cc 的醋氯酸水。找化学老师来破解，伊讲若无注意，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。如果你真的要调配的话，你的烧杯尽量用小一点，可以看得到刻度。如果你没有调这么精准，那酸也没这么精准的话，漂白水里面可能含有氯离子，那在酸性环境下，它会产生氯气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量一定要精准，醋氯酸钠若是讲伫微酸的状态时，确实会变成醋氯酸；要不若是酸过头，酸碱值较无时的时阵，就会产生微量氯气；若是无哪拉哪烂，就像实验安尼出现大量黄青色的氯气，迄若输掉会伤到咱的肺部，所以讲唔通冒险。所以建议是不要自己做了。一般来讲，你消毒方法很多嘛。通常环境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用漂白水，不过漂白水基本上它的味道比较难闻，必须要适当的稀释1000倍或50倍都可以。那用次氯酸水的话，也是要足够的，刚刚提到的必须要足够的浓度哈，或者是你可以用酒精等等。我想直接去做这个次氯酸水，不会比你用漂白水来得好啊。一般家庭的爱用是因为醋氯酸水甲漂白水用法真成，拢会使杀死冠状病毒，而且醋氯酸水较无遐刺激。也毋过，医生建议讲，干那使用伫环境消毒，唔通喷伫手。你若无迄个专业知识，千万唔通为着省钱家己做。